大家好，我係蘇倫啊。我而家呢，就喺巴士裏邊，去緊永珍嘅巴士裏邊。咁呢，因為而家夜晚，咁所以比較黑，同埋呢，我而家喺行緊一個山路。咁點解會行山路呢？其實呢，由啱啱踏入老窩過咗關之後，跟住坐巴士嘅路呢，其實有80%都係山路嚟嘅。咁呢，而家夜晚咁，其實條山路就唔係好闊嘅啫，可以容納一架車多一半到多啲嘅啫。咁旁邊就係山崖嚟嘅。其實我晏晝就影咗手機影咗幾張相，咁可以喺 WeGo Local 嗰度去睇下嗰個情況嘅。咁呢，咁其實沿路其實都山路就唔會有燈啦，最多旁邊會有時有啲小屋，咁可能會有少少燈，但係大部分時間都唔會有燈，其實係有啲危險嘅。咁我而家就嘗試緊影巴士出邊嘅情況，就都係有啲車燈照住，其實都影得唔清楚，點影都影得唔清楚。咁只能夠俾大家聽下我嘅旁述，或者感受下車嘅嗰個聲音嘅啫。咁由尋日6點鐘出發，至到而家呢，都超過24小時㗎啦。我諗都要8至10個鐘後先至去到永珍嘅。如果有咩情況，我會再拍片啲嘅，因為啲山裏邊咧，其實完全上唔到網嘅，我都用唔到 Facebook 或者 WeChat 嗰啲同人溝通嘅。咁好啦，希望大家繼續留意我嘅行程。